不是哥们，体验服 USS9新动作系统无敌了。首先这个出场动作，然后他喵的居然还可以举金换弹了。好家伙，这个功能现在的新动作枪都没有啊。OK， 接下来兄弟们一起来看下，然后关注西哲，快速掌握体验服信息。